的诗歌，咱拍开新诗139首。斗阵出来吼，来第2首149首，发出黑暗，最后黑暗的交界。149首，咱唱第1站就好吼。亲爱的为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这时阵就是咱要专心来敬拜咱的各主、各活的主，来敬拜荣耀的主。这时阵请大家来起立，来敬拜咱的主，最有荣耀。呀，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一直永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神明中众水永流，永活的主你在这里。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一直永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自由。敬拜神明的众水永流，永活的主你在这里。是起初的末后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主，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你的日头多张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诚信，昔在现在永在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一直永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神音的众水永流，永活的主你在这里。是mor主的末后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主，请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因为你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真心，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是起初的末后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因为你的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诚信，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昔在永在的君王。哈利路亚，阿门。我的神，我的王，我要尊重你的名，我的英万万称赞你。我的每日的事，我的永远阿罗，你是几多看守多阿罗。我的王，我的尊重你的名，我的英万万称赞你。我的每日的事，我的永远阿罗，你是几多看守多阿罗。万世万代拢被阿罗的，被保养的宽容作为，传播的威严高尊贵，永远天下的苗木里。万世万代拢被阿罗的，被保养的宽容作为，传播的威严高尊贵，永远天下的苗木里。爱我的尊重你的名，我的英万万阿罗尼。是我的永远阿罗，你是几多看守多阿罗。我的尊重你的名，我的英万万称赞你。我的每日阿罗，我的永远阿罗，你是几多看守多阿罗。万世万代拢被阿罗尼的保养的正定作为，传播的威严高尊贵，因为永下的苗木里。万世万代拢被阿罗尼被保养的宽容作为，被保以威严高尊贵，永远天下的苗木里。万世万代拢被阿罗尼被保养的宽容作为，传播的威严高尊贵，永远天下的苗木里。万世万代拢被阿罗尼被保养的宽容作为，传播的威严高尊贵，永远天下的苗木里。威严高尊贵，永远天下的苗木里。请坐。
敬拜就是咱这个时阵敬拜，就是要敬拜啥人呢？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咱所敬拜就是独一真的上帝，就是搁真搁活的上帝。咱敬拜伊，因为伊救赎咱活命。咱要感谢爸上帝，伊的大怜悯、大疼痛，照着耶稣基督对死搁活，互咱有顶头生的生命，互咱有新的愿望，有永远的愿望，也有活泼的愿望。这是希伯来书第1章第3节有提起到。感谢赞美主，咱来念这首《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中》。咱的教会，前2天有发生一件家庭的事件咱感觉真痛心就真艰苦当咱拄着患难艰苦的时阵，咱独一所想到的是啥人？就是听咱的救主耶稣。只有救主耶稣才是咱的拯救者，才是信心的上帝，是咱永远的主。也就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就是咱伫患难中随时会帮赞，哈利路亚！感谢主，咱来唱一首歌，对心底来念，将咱的身躯病痛，也是患难困苦，咱交托咱的主。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惊吓。风雨这么大，风也这么宽，有你同在无摇喘。若是有你给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孤单。有你三对伴，甲你斗阵行，充满温暖袂畏寒。海水会打石头会烂，你的疼痛无变换。甘愿为我受尽大磨，将我当作你牵挂。海水会打石头会烂，你的疼痛无变换。阮情这大，怎样感谢？一生甲主念相我。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惊吓。风雨这么大，风也这么宽。有你同在无摇喘，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惊寒。有你三做伴，甲你斗阵行，充满温暖袂畏寒。海水会打石头会烂，你的疼痛无变换。甘愿为我受尽大磨，将我当作你牵挂。海水会打石头会烂，你的疼痛无变换。阮情这大，怎样感谢？一生甲主念相我。海水会打石头会烂，你的疼痛无变换。甘愿为我受尽大磨，将我当作你牵挂。海水会打石头会烂，你的疼痛无变换。阮情这大，怎样感谢？一生甲主念相我。阮情这大，
怎样感谢？一心甲主念相我。请咱三角来祈祷，请阮阿爸爸上帝，阮满心感谢吟诗要来敬拜阿拉主你。主啊，你就是早伫地，即马伫地，永远伫地的主。是阮所敬拜唯一的天父上帝。主啊，伫你内面有荣耀，主啊，伫你内面有医治的大权能、大气力。主啊，伫你的内面有光明、有自由。主啊，你是永远的主，阮要单单来服侍你，单单来信靠你。主啊，求主你帮助，互阮会当伫你的内面倚靠你。赢过魔鬼撒旦的攻击，主啊，我要倚靠你，恳求主你帮助阮有坚定的信心，因为主你就是真做阮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主啊，你就是阮永远也是所敬拜、永远个永真的主。主啊，阮要来信靠你，跟对你的脚步，恳求主你帮助，互阮。每日来学了主理，每日来祈祷的主理，互阮的信心坚固，信仰坚固，也互阮会当伫主理的恩典内面满有平安，满有恩惠。感谢恳求主理，甲阮永远同在，互阮袂惊吓，袂孤单。感谢阿拉主，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子名来求，阿门。若是主所疼的兄弟啊，阮应该替恁
常常感谢上帝，因为上帝对起头经历要互恁得救，实在伫神的诚信甲信真理，为着即个，伊对阮所传的福音捌调恁，来得到咱的主耶稣基督的荣光。即时，咱来吟圣诗139首，咱请起立吟全首。阿爸上帝，你听阮甲安尼，阮今日有份伫主你的面前，阮来亲近你，阮来敬拜你。主啊，阮毋若要领受你的恩典，阮搁较大的事，是要来到主你的面前认罪悔改。主啊，阮人真是愚戆，阮常常得罪上帝，得罪人，总是阮的心硬。我无愿意悔改伫主你的面前，搁一摆，信心你来帮助阮，去做阮的性命。主啊，你是全能的上帝，和平的灵君，奇妙的测试。你有稳准危险甲黑暗临到阮，阮知你有你的心意。你要互阮的性命，搁一摆来换新，互阮会当彼此相疼，结连伫主的面前。互相扶持带倒，主啊，感谢你，互阮搁一摆会当同心去做信心。阮要来伫主你的面前兴起基督的大灵军、大军队。主啊，阮看见因你伊的查某囝伫危险中，主你家互伊的福祉，搁来一摆来喘气。总是即阵伫家护病房，伊需要主你的医治的手，来互伊紧紧来起。主啊，因为耶稣你的受鞭拍、受创伤，你互阮伫你的面前得到平安甲医治。主你帮助阮教会，成做一个主你所欢喜的教会。主啊，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呼求圣神你的同在，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帮助阮的
中日同工帮助阮的牧师，愿意顺服伫上帝你的内面。主啊，你来带领阮，启造阮，阮愿意降服伫主你的面前，搁一摆性命来换新。因为阮知，若是有你伫阮的性命，是何等的荣耀。愿主帮助阮，伫阮的事农工商，拢会当应光上帝伫伊人。主，阮感谢你。阮安尼同心祈祷，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拍开新信息后壁面，启应文第11篇，诗篇32，1017页，显着我来刻，恁来用。罪得到赦免，罪过得到撤销。上主无算伊的罪，搁心无干燥。我若点点毋认罪，你的手绵日重重刑罚我。我有对你排列我的罪。我一定要对上主承认我的过失。安尼虔诚的人，伫通找着你的时，拢着对你祈祷。你是我闪避的所在，会庇佑我脱离艰苦。我要教示你。只是你应该行的路，毋通亲像马骡无智慧。歹人会受真侪痛苦。义人啊，恁着因为上主来欢喜快乐。这时，咱要请信乐队来献诗。我认救主，无惊见笑。我
咱来拍开圣经《罗马人书》第8章20节甲23节。伫新约178页。罗马人书第8章第20节，因为受造的物降服伫空虚，毋是伊甘愿，就是对迄个互伊降服的，是咧仰望，连受造的物也要得到透放，脱离败坏的拘束，来入伫上帝囝里永光的自由。因为咱知一切受造的物，到即时也咧三角吐开、苦痛。毋若安尼，就咱本身得到圣神头水的果子的，也心内家己吐开，咧听候设立做囝，就是咱的身躯的赎回。以上。咱请起立，咱用10届来做咱的信用告别。第1届，我以外你毋通有别个上帝。第2届，第3届，毋通人生轻摇看你的上帝的名。第4届，着记日安休日守伊做神。第5届，着奉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第6届，毋通害死人；第7届，毋通行奸淫；第8届，毋通盗窃；第9届，毋通做假干净陷害你的厝边；第10届，毋通贪心。请坐。这时要邀请国成牧师来讲道，赢过土气，进入阳光；赢过土气，进入阳光。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愿主神帮助咱。咱知即摆咱所敬听的云丽姐的查某囝婷慧，即摆还搁伫台中荣总的家护病房伫遐搁来接受即个治疗。即摆还搁昏迷，咱会当持续替伊祈祷，愿主引带，互伊会当紧紧来醒过来。愿主帮助，互伊继续呼吸，心跳持续。伫10月29号，就是顶礼拜六的时，咱知韩国的首尔梨泰院发生一件国际的新闻，就是真侪的少年人伫迄个所在，因穿甲真合拍吼，嘛是真奇怪。这是万圣节，因伫遐咧庆祝时，大家拢化妆，但是呢，发生一件，大家伫遐烧客甲大家拢无法度喘气。无法度喘气的时，我想讲，今日经文真适合伊，伊对因来赢过吐气，哇，伊就会当活活来行出来。当时有156个少年人，因伫遐，也算是因的性命。这是一件真，互人感觉真可惜的意外，嘛是真着惊的意外。为什么遮侪人伫遐聚集，而且拢是少年人？因为迄个所在是韩国，即个外国人足爱去的迄个所在。所以遐有真侪的餐厅，外国的料理餐厅，啥物种国家拢有。你要非洲食非洲的餐厅，你要食亚洲的餐厅拢有。甚至即个文化非常的特殊，所以迄个所在自早就是即个外国的文化，伫遐咧流传的所在，那亲像咱的天母，即个少年人伫遐咧聚集，咱看真侪人伫遐咧做 CPR 的时，哇，这啥物新闻？
原本是真热闹的所在，咧真欢喜，煞逐个变成真艰苦，因为逐个拢客做伙，伫遐客要点外钟，有人想要行出去，有人想要行入来。所以伫遐行来，伫遐咧烧客是拄啊是即个巷仔内底，佫是有一个镜有一个30度的镜伫迄个所在，哇，一个倒去，全部拢倒去。甚至有人伫遐客是讲，迄足艰苦的，拢无法度喘气。迄无法度喘气是啥物情形？无法度喘气，恁有去唱恁有去若去浮潜，浮潜爱斗一个讲，爱呼吸。你若去潜水，你逐个背迄个气瓶，背派一支杆仔，互迄支30公斤，了沉落，有一个一个呼吸。若无呼吸的，你无水会晓呛水呢。我有一届去呛水结果水跳落时我那个气瓶没有开啊，输无空气呢，紧的紧浮起来，去转迄个气瓶，我袂记咧开啊，因为迄气足很珍贵，一支杆仔一个气瓶落去差不多20分，伊就爱起来啊。你有个人像我这较无经验的迄喘气足浪费的，伊伫咧水的内面无空气，互迄水佫咱毋知讲落很自由自在嘞，要踢一下水都要费很大的力气，而且有时候是水流，你要抗争那个水流，要抓住那个水流，就一直呼吸。如果有经验的人，他的气瓶就很省，所以你若长落去的时阵，10分钟了，教练就讲你佫剩偌济，你就爱家己比，伊有一个表，看你空气佫剩几偌济。几个气压，你来家己比，因为伫水的中间，就无法度讲话，无法度讲话，无法度讲，你佫剩偌济，无个就咕变气泡所以潜水内面就是讲，这呼吸有个人足省的，有个人像我这足浪费的，一个杆仔落去无偌久就爱，迄教练拢足省的，咱教练拢会配合咱。你看迄个所在的人，伫遐无空气，哇！活的被闷死，这空间无空气，足侪人想要行出来，行袂出来。佫有警察来到迄个所在的时阵，开始要抢救的时阵，佫有少年人讲，这主办单位哪会遮好，派警察来甲阮做伙 party， 所以大家讲真个不可思议所以街头的人伫遐一具一具的遗体倒伫遐。而且佫有遮个鞋啊、衫裤啦、手机啊啦、骹棒啊这物件咱伫遐后来清清的有一栋瓦一吨多的这些遗物本来是人声鼎沸的一个热闹的场景，却变成人间的炼狱。原本是真热闹的所在，却变成诚侪那亲像地狱。有个人想要出来，无法度出来；有人甚至骹离地，已经失去方向，因为人已经客到。有人讲几十公尺尔，行要1点钟。我为遮要行去到门口，爱行半点钟，行袂过。所以无法度进入阳光的时，人才会性命就离开世间。咱想讲疫情之后会有一种报复性的行为真足久无法度出外佚佗，就有报复性的旅游，会有报复性的消费，报复性的消费，甲你3年无去满足的代志去做一届去满足所以有真侪少年人是讲免韩国在室外不用戴口罩，毋免戴喙安所以真侪人免戴喙安真好，咱即摆该戴喙安。所以伫迄个所在咱看到一个巷仔细细的所在客遮尔侪人，是咧客安怎？是我一个客是遮尔好奇吗？是遮尔有趣味的代志吗？是遮尔有意义的活动吗？甚至迄音乐放到足大声的时，有人讲毋知影这到底是啥物世界？所以看到人哪侪拢是少年人，拢是20出岁的人，所以
咱看到安尼时，咱看到做 CPR 时有人救倒来，但是有人救袂倒来。所以，若无路行出来，神啊，亲像伊无赢过即个土块，伊是进入伊是进入即个阴间，离开世间。但是伊若吼拄好救倒来的人，拄好赢过即个土块，进入即个阳光，可能百几个人还佫伫病院吼咧治疗。2年外来无迄个病毒死，无迄个确诊来病死，却迄个人安怎煎死、客死，煞无空气来迄个翕死。咱看到痛苦的表情，这报纸拢有报道，这100几个人刻伫你的身躯边，那亲像规百公斤，甚至几六百公斤，缀伫你的胸坎。上界可怜的是用缀伫上下骹的人，遐人拢是啥？身材较细汉，都是遮个女性，20出岁的女性，甚至还佫有外国人，10几个国家的人，所以求上帝怜悯帮赞施恩。伫少年人因真好奇，少年人讲这好够新鲜的。有个人是第一届去遐，有个人是真正是要去看闹热，有个人是感觉讲疫情了后，即个无即个限制啊，哇，想要去遐，煞拄着即件代志，所以咱嘛用真即个真毋甘的心来追思即件代志，嘛对安尼代志，咱要来思考。后疫情时代，人的行为是毋是因为安尼来失去控制？求上帝帮助咱，因为少年人伊好奇，看到现代人的空虚，看到伫遮真侪人到底生命的意义伫倒？咱嘛看到后疫情的时代，人的行为，愿上帝帮助咱，遮尔可爱的囡仔。遮尔美好的生活，还搁咧等伊，但是已经离开世间。甚至有个是大人讲，如果若人伤济，就爱紧转来哦，结果无法度转来。甚至有个人讲，我知影你要出去，你穿甲这个奇装异服，这少年人，无要紧，你安尼化妆伪装，有个人就爱戴面具，到拄好翕着拖，无法度喘气，有个人有个人就穿甲这是标新立异啦，是穿甲我很独特的有的是装扮很像那个很像那个就是鬼面具啦、巫婆啦这些你顶遮个，是大人甲伊讲，你出去要注意安全，要注意安全，总是脱序的行为已经没有办法掌控。无法度掌握的时，所以讲，愿上帝施恩帮助咱，咱嘛再一次来思考，咱对少年人、对年轻的人，咱要怎样来了解因？下中间牧师讲，这个是另类的物种，现在的年轻人是另外一个物种，已经不是用我们的想法去思想他的行为、他的思想。我们的上一代是受苦的年代。我的顶一代是战后囡仔生足多迄个年代，受苦的年代。因讲伊细汉无电视通看，即个时代有电视通看。后壁的世代因是出世，都有平板，都有手机，因是即个无共款的世代。我看有人咧顾囡仔真简单顾迄囡仔2、3岁、3、4岁，真简单。手机等互伊就好就真好骗啊！总是到底有两种无共款的想法，就是讲有两种无共款的教育的想法，就是讲爱互囡仔较早去学现代的物件，共款还袂读国小就紧来互伊平板，互伊手机，互伊去紧来学习，因为不能输在起跑点，袂当输伫起跑点。但是有一种的教育的想法，讲毋通伤早互囡仔即个物件，毋通伤早互伊，咱爱教导伊，
来去抓泥鳅，来去钓青蛙，来去烤番薯。不过这种父母的想法比较少啦，因为也没有那种环境了，不像小时候。我小时候还有，我细汉佫捌看过拖摇呢，你捌看过拖摇无？有人点头吼，好像是同一个年代，看拖摇爱乌拖完啦，爱起摇，爱去抾茶，为着要食迄个番薯，为着要食迄个卵，你爱等半点钟，甚至等点外钟，然后烘到迄个土圆红到变乌的时安怎？火爱翕掉用掉，火炭摕出来，然后甲这摇，一寡土丸先甲下落，然后开始下番薯，下了所有的土摇拢拢扛起来，然后不刷，甲伊补起来，安尼翕偌久？翕半点钟，囡仔就去佚佗，佚佗了，转来了，开始开窑，开讲，就开始这条番薯，互你这条是啥物？互你哇，真趣味！但是即摆囡仔啦，哇，这平板、手机、电脑，这是不一样的世代。虽然用无共款的思考来思考这个囡仔，要安怎来帮助因，要安怎来牧养因。咸菜可能过去，会同玩，也是过去遮个老一辈咧耍的物件，是咱即辈咧耍的物件，或许是很好的教育方式去空投油，去抓泥鳅，去玩一些很在地做在地，也是做自然的物件咱想讲为虾米咧吐气？吐气就是安那你敢会吐气？我有时候也会很吐气吐气就是很烦躁的时候，还是也是会罗马人书甲咱讲，因为受造的物幸福伫空虚，毋是伊甘愿，就是对迄个互伊幸福的刚才这个吐气嘛是上帝互咱的有时深深的叹一口气，也可以吐出一些无奈一寡无奈有可能吐气有一寡遗憾。这吐气有一寡咱会当去想的代志，因为在受造之物也是降服在那个空虚之下。什么是空虚？保罗讲，迄个吐气是因为迄个空虚，这个空虚，佫会当，互这个世界变化，大大的变化，互咱知影讲世界变化。疫情嘛真侪吐气。已经吐2年外，有真侪人感觉讲明年一定会当完全来互这疫情经过去。这吐气有当写是无达到咱的理想，无达到咱的目标，咱有一种的遗憾，有一种的遗憾。这空虚伫圣经的意思是无结果，无这个效果的时，咱会感觉讲哪会安尼？哪会安尼？咱可能这个世界疫情的时，咱讲哪会安尼？嘛是经过2年外，每一天嘛拢有伫疫情，因为安尼来过身的人，只不过人数已经有较减少真侪。对受造的物，爱伫安怎？伫这空虚的下面，是指上帝上帝互咱有一寡咱无法度去做着的代志，要达到迄个目标，达到迄个理想。愿主因带咱，这吐气是因为这空虚，因为咱知影讲人有无稳定的代志，人生嘛无稳达达的代志，人生嘛无稳赢的代志，人生是安怎变化无定，人生是会拄着真侪风影，伫这个风影内面，保罗先生写出讲人伫这个世间嘛有真侪的无奈。所以吐气是因为这个空虚，这个空虚，所以咱有当时讲咱会差仔侪，就是咱的吐气。传道书讲上侪的空虚，虚空的虚空还是虚空，一切都是虚空。
这个虚空让我们感觉好像啊，这个世界怎么变得这么的虚空？那看到遐少年人伫遐咧啊，咧找咧人生目标时，讲哦，那遮空虚，哦，那遮空虚，而且佫有足侪人伫迄个所在啊，十几万人，咁真正有迄个意义。但是总是咱少年的时，有时咱嘛是安尼。吼，所以希伯来文对这个空虚，有无共有伊的意义。这个希伯来文的空虚，就是指一个气息，一个空气，一个气的意思，有这个意思。所以传道则讲空虚的空虚，空虚的空虚，一切拢是这个空虚，就是这个气，这个空气伫遐。所以伫咧讲人上重要，嘛是一种的呼吸甲喘气。所以这空虚嘛是真重要，就是讲，若无喘气，就亲像遐个迄种客死的人一样，起来做 CPR， 紧来互伊有这个空气，因若佫有这个心跳，抑佫有这个呼吸的时，伊就活落去的机会。若是无法度喘气的时，已经是无法度活伫世间。所以保罗先生讲，吐气是因为这个空虚。是因为这个空虚，但是希伯来文的这个意思，讲这个空虚，就是有空气、有喘气，的这个意思，所以空虚的中间，咱人的生命，真重要，就是爱喘气，爱有空气，有空气嘛，爱有通喘气。所以希伯来人的空虚的意思这个空虚就是有气息，有这个气，伫人的生命咧流窜所以人为虾米会拄着吐气？消极的中间，检测有心思，检测有真侪伫情绪顶面的意义。吐气敢若是无法度表达你敢会吐气？会，这吐气到底是啥物种的情绪？嘛无法度完全去来知影讲吐气的时是安那。人面对死亡的时阵，有检测这个吐气。会真明显，咱知影讲人要过身进前，迄个喘气会很急促，有的人会很急促，因为他已经吸不到那个空气，或者这个空气对他已经没有办法产生很大的帮助，所以一直喘，最后喘袂起来时，就慢慢过身去。所以受造的物就是指人若无对生命无结果、无未来。就会感觉真无助、真无奈、真无力，也是真惊吓，也是真无即个目标的时。保罗讲人的意思伫罪中间，无有任何会当成的事，伫即个罪中间拢无法度去成的事，只有你伫人的灵魂离开世间的时，你进入耶稣基督，才会当进入迄个阳光。所以咱幸福伫即个喘气的内面，检测有时咱毋是要安尼，总是咱爱幸福上帝，爱幸福主，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上帝。所以受造的物，包括人，咱拢爱幸福伫即个吐气、喘气，也是这气息的下面。保罗讲互人败坏原因伫倒？就是咱无伫耶稣基督的内面来进入迄个阳光，就是你若你的性命离开世间，因为你无信主，你的罪无得脱离，你带着罪离开世间的时，有可能你爱受到审判。保罗要甲咱讲的是讲，伫即个所在有真侪人，若无进入即个耶稣基督的生命内面，灵魂就无法度得到讨放，最后就是败坏来进入阴间，来进入等待审判。所以这个败坏会甲咱缩掉的，但是只有这个耶稣基督会透开这个束缚，互咱进入迄个阳光的内面。所以人若败坏罪恶的内面，伫罪恶的内面，了后保罗阁甲咱讲。迄5万年受造物也要得到讨放，离开即个败坏拘束，来进入耶稣基督的
的阳光，才会当得到灵魂的自由，才袂伫阴间内面受捆绑。伫阴间内面，伫地狱内面有啥？有即个硫磺、硫磺。你有去过迄个啥北投白头迄下，我看到迄水迄山谷在冒烟，我很害怕呢。如果我掉下去怎样？掉下去就熟透了就变成水煮青蛙了就可以吃人肉了那个是就看到我会惊，我足惊讲我车开无好，伊落落要安怎所以咱看到人的性命若无对罪来脱离，你就是进入这个硫磺的火焰这地狱当中这样子很恐怖所以我们最好不要去过那个万圣节这个万圣节有人说是这个西洋的这个鬼节没有那个没有意义不是没有意义，就看到为什么要打扮得像鬼一样，怪怪的当然这个伫台湾咱拢小朋友去共讨糖化妆去体验这样就好了。但是那个年轻人他们聚集的时候，哇，那是一种很震撼的。但是呢，有没有很好的荣耀？这是要去思考的一件事情所以保罗先生跟咱讲，咱脱离这败坏拘束，才当进入这个阳光所以这受造物嘛是指咱是人咱是人，伫这上帝受造的内面。所以人的败坏是因为人的罪，因为人的罪，人有啥物种的罪？有真侪罪，贪心、贪恋所以咱有10条戒，上帝10条戒，甲咱免甲咱劝勉咱，互咱爱守这10条戒。咱知影讲有一个国家真善香，但这个国家敢真正真爽香？咱知菲律宾过去嘛是真富裕的国家，总是政府贪污，总是政府贪污，互这国家变成足善的。过去因的总统甲总统夫人，哇，因的总统府内面，迄总统夫人的鞋竟是会当开一间鞋仔博物馆，你看伊偌奢侈，但是外面的这百姓是真痛苦、真爽香，甚至住伫贫民区内面。所以菲律宾过去的国家，这政府就是贪心、贪污、贪乱，互国家的人民真爽香。所以有一句话讲，如果没有贪腐，就没有贫穷。菲律宾这国家有比咱台湾更较欠缺啥吗？无，因真丰富因政策会得比咱更较大的修成但是政府无好好的管理伊讲北韩过去真爽香，即马人民可能真辛苦，但是因敢真正是土地无法度种植吗？还是因定定拄着天灾吗？你讲菲律宾检测有地动、有风台，但是北韩是因为共产主义统治者只有顾及家己的政权，无甲人民当作人看。每一句话拢讲为着人民，但是因所有的资源拢是去放伫军事的内面。因甘愿社会弹，这个钱来社会弹，无买用这个钱来照顾百姓。伊用这个钱伫军队的内面，特不是着要阅兵，要社会弹。这个钱互军队、互军事，若甲这有关系的人，拢带好的，所以因有阶级，因为他们有阶级，这些阶级都上来，拢金氏家族给的嘛，从来不是没有一个好好照顾人民，所以罪嘛毋是因为你无教育呢造成。咱知影讲欧美国家因的教育、因的生活非常的悬，但是咱知影讲真侪的社会问题是欧美国家比咱搁较早来面对，搁较早来面对。上帝帮助咱，上败坏的就是人的心，所以亚利米书讲，咱做来读来，人的心
比万米安怎较鬼刻，歹到极头是最为知伊啊！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谁能识透呢？我怎么知道你内心想什么？但耶利米书又跟我们讲说，怎样？我耶和华是监察人的心，试验人的总有者，照要照逐人所行甲伊做的代志的结果来安怎来报应伊。所以咱需要受审判。所以人的心若鬼刻歹到极头，一嘴会知影。所以人心比万物都还要诡诈。所以愿神帮助我们，无论吐气还是喘气，还是人伫痛苦的声音的内面，有时人伫痛苦的内面会挣扎，会挣扎。所以伫保罗8章22节，就甲咱讲，因为咱知一切受造的物，到即时要第三甲吐气，抑搁伫遐痛苦的内面。有真侪人面对苦难，抑伫苦难的内面，所以吐气叹息。22节就甲咱讲，咱做来读一解来因为咱知一切受造的物，到即时要第三甲吐气，要加痛苦。拄着苦难的时，有可能咱有真侪吐气艰苦。咱嘛爱为着咱的肢体运力来祈祷。咱知影讲伊怎面对即段经济，就是对伊来讲，伊有可能心有真侪即痛苦的内面。总是求上帝稳定甲伊三甲同在。伊第二有一个吐气的桥，有一个吐气的桥。即吐气的桥安怎？为什么这叫做吐气的桥？因为这是两个所在，一个是法院，是一个法庭，但是行过桥了，就是监狱。所以伫法庭向判罪，就要经过即条桥去上关。所以犯人拢爱经过即个桥，所以人若经过即个桥，就是犯人，伊会吐气，我上关。所以人着靠即个窗来看外面的世界，哇，伊无法度自由因为爱上关。这是一个运河的顶面，即条桥就是连伫法院甲监狱，所以判死刑的人嘛是经过遮了去执行死刑。所以伫这行刑的要执行死刑的前那一刻，他也感叹：哇，我人生要结束啊！这就是威尼斯足真著名的一条桥，吐气的桥。所以咱看。伫保罗人书8章23节，咱做伙睇毋着安尼，就咱本身得到圣神头水的规制的，也心内家己吐气，听候设立做囝，就是咱的身躯的赎回。保罗用安尼讲，咱听候耶稣基督已经赎回咱，已经赎回咱。咱在场的兄弟姊妹，咱拢是头水的规矩，无论你是倒几代基督徒，你是第4代、第5代，咱爱拢是当作是头水的规矩。你是头水的规矩，对着圣神的改变甲充满。然后咱听候迄个已经耶稣基督诚做迄个圣囝，诚做伫世界顶的羊羔所留的保护来赎回咱。牛津大桥嘛是有一个有一个叹息桥牛津大学的叹息桥为什么？这外国人两个所在用一个天桥。伊讲牛津大学的囡仔去遐读册，但是有当时囡仔有当时心情无好，考试考了无好，因着行到这个桥顶行到这个桥顶伫遐来喘气一下所以，你会感觉你的罪是来自你的吐气嘛？还是罪是沉重的，需要人来分担嘛？这少年人伫遐伊就伫遐吐气心情无好的时阵伫遐吐气。所以咱要怎赢过吐气来进入即个阳光？
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因为耶稣用伊的宝血来洗清人的罪，罪是有的，需要来洗清。吼，伫十字架顶，主用伊的宝血来洗清咱的罪。伫迄个所在，主断开了后，伊的性命虽然无去，最后一口气无的时，最后入去佗，入去坟墓的内面，到主日的透早过活。吼，迄个正日黑暗的内面，伫主日来过活。吼，所以是主用伊上大的代价，伫十字架顶上大的代价来赎回咱的罪罪。吼，这是人甲上帝之间上大的脱碍，需要来甲伊扫除移除。所以只有耶稣基督是咱上大的愿望甲拯救。真好的见证，咱对芬尼克洛斯比有真好的见证，就是因为医生的误诊，互伊出事无偌久了后，伫伊几岁的时阵来痴迷。伊痴迷了后，伊并无来吐开过伊的人生，伊无是伫遐吐开我都看无，伊努力创造，伊真好的见证，就是讲398首，圣诗398首，以及圣诗456首。咧唱迄圣诗讲，耶稣的手扶持我，安稳伫伊行径，恁爱若公义遮我，互我灵魂安宁。这条圣诗，好轻松，好愉快，用耶稣的手来扶持我。伊看无，伊是一个痴迷人，痴迷嗑瓜啊，总是知讲耶稣咧扶持，咧牵伊，伊嘛唱这个圣诗398是讲我来亲近耶稣，就会安怎？就会得迄个福气，就会得迄个恩典。伊是一个痴迷人诶。你看会到，咱看会到的人诶，咱看会到的人讲，你敢知你来遮是亲近耶稣？搞不好，瞎子的人他感受更深，因为他看不到，他看不到。可是他的感受一定是更深的，一定是更深的。愿上帝帮助咱，即个痴迷的人。芬尼克洛斯比，伊的一生并毋是黑暗的，伊毋是伫黑暗的内面伫遐吐开，伊是对黑暗的内面，有耶稣基督，互伊的灵，互伊的生命，伫这世间大投放伊，发挥伊的恩赐，伫音乐、伫创作的内面，伊就写真侪的诗歌，写真侪的诗，后来这拢是真好的圣诗。我来亲近耶稣，就会得到真大的福气。咱同心来祈祷，主啊，帮助阮；主啊，恳求你施恩帮助我；主啊，恳求你施恩踮伫阮的生命内面，互阮知影阮定定有即个吐开。即个吐开嘛咧提醒阮家己本身，咧提醒阮有啥物种的不如意。有时种的怨叹，有啥物无达到目标理想，心内有遗憾，心内还无满足，心内还佫有一寡欠缺的事。但是保罗先生甲咱讲，咱要赢过即个吐开的事，就是耶稣基督用伊的宝血来洗清洁净咱的罪，互咱的生命无搁伫吐开的内面，互咱生命中间只有喘气。只有呼吸，因为还佫喘气呼吸来感谢主。愿上帝帮助，当人无法度呼吸的时，莫讲要吐气，连要输一个空气都真困难，真无法度。若无法度喘气的时，嘛代表人的身体已经无法度伫即个世间佮继续延续。当人断气、临终断气的时，就是宣告人已经离开世间，人的生命已经完全来结束。
愿上帝帮助咱，愿主引带神恩保守咱每一位大家。当面对讨气的时，求上帝帮咱，求上帝引带咱，咱伫讨气的内面有真侪值得咱来学习，互咱赢过这个讨气，来进入耶稣基督的荣光的内面。愿主神互咱，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这是咱来吟圣诗149首，咱请起立吟全首。请坐，这是咱陪伴咱的心来奉献。
咱来读谣句，伫咱的手部下面，咱台语读一遍，请。那你就咱本身得到信心头水的果子的，也心内家己吐气，来听候适龄做囝，就是咱的身躯的属皮。罗马人书第8章23节。今日无新朋友吼，咱等下，咱欢迎义发兄甲尹萍姐，今日来甲咱中间，甲咱做礼拜，久久无见。即时咱拍几周无，我来报告吼。今日要举行11月份的庆生会，等下咱报告完才来做庆祝。第二项，下晡1点半要召开定期的中职会，请中职同工准时出席开会。第三项，后一个主日11月13日是台湾圣爱医奉献主日，咱请兄弟姊妹关心代祷。第四项，11月20日咱要举行感恩节的感恩礼拜，迄天是联合礼拜，所以是9点开始，只有一堂。咱请大家以感恩的心、少年主的恩典来做即个主日的奉献。第五就是圣诞节的布置，1楼、2楼、3楼，甲大门拢有各个团契的分配吼。咱请伫个11月27日进前来完成吼，咱请各个团契来注意。还有准备节目的部分，就是咱在12月25日要举行圣诞节的赞美礼拜甲庆祝会，邀请各个单位、家庭还是个人，恁有感动的，就要提供节目，咱请林义坚牧师来报名。同款，即个是11月27日报名杂志哦，吼。搁来就是第7项，各单位请召开同工会议。规划明年的施工计划，嘛准备2022年今年的施工报告。咱伫个12月31进前要交件，请各单位的同工注意。感谢主，咱中职同工总共有16人参加昨甲昨日的教会福音领袖营，吼。遮个人有接受装备，望年讲若阁有即种活动的时，大家会当踊跃参加。第9项，咱教会小会有决议要举行教会志工的训练，吼，要对咱教会未来的事工的扩展。你若有感动要报名的，请紧紧来报名，吼。咱若报名，咱才有法度来安排课程，吼，咱的干事来报名。第10项。每一个礼拜3暗时8点有查经祈祷会，欢迎咱兄弟姊妹会当同齐来参与。会计报告的部分，咱就家己来看。过来是团契消息，儿童主日学伫11月13日怀疑礼拜了后，要举行老师甲同工的退休会。搁有第2项，就是要招募老师吼。你若对儿童宗教信仰教育有负担的兄弟，欢迎你加入服侍的团队。咱会当义坚牧师，还是助理和校长、书华执事来报名。青少年团契自11月20日要举行秋季的郊游联谊，吼，才有收费的明细，咱家己来看。具体相通的部分，望咱伫个每日灵修的时，为着遮个需要的兄弟姊妹来代祷，吼，为着国际，为着咱台湾，为着咱教会设教150年，明年要来举行一寡活动，愿主祝福伫咱中间。特别就是咱的英语节，吼，最近。即2天，查某囝因为车祸，吼，即马伫家护病房。我望咱兄弟无止暂的为伊祈祷，想到时咱就来祈祷，想到时就来祈祷，好无？
咱同齐来做这项事，愿因果归予咱的爸上帝。这是咱来庆祝会吼，才有11月份生日的黄福龙、黄素贵、肖纯熙、林金龙、陈振忠、郭珍怡、陈芳玲，后请来个头前。若无伫周五刊的，但是你是11月的，咱嘛欢迎你来个头前领受祝福。大大祝福，请问牧师有要补充报告？好，这时咱来吟袂面诗，信诗386首，吟诗串，请牧师来祝祷，咱请起立。领受上帝赐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爸上帝疼痛，圣神甲咱众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